台北市大安区昨有人举假钱去抢银行，后来互警方压制。经过调查，发现讲这个嫌犯伊捌是德州科技棒比赛的冠军，那像是因为创业失败，欠几啊百万的债还袂出来，才会行歹路抢银行。下晡已经上班。放下，好不好？先把枪放下。 抢匪提前甲银行女经理压掉咧，警方一直爱伊甲枪先放落来，也毋过抢匪继续叫警察莫阁活来咯。本来警察冲出去甲嫌犯压掉咧，原来是警察判断这抢匪的枪也有手榴弹，应该是假造的7毫米，有时找机会冲出去甲伊掠到。因为他在途中有开一枪，那一枪让我们确定说那是钢珠弹，所以让当下的判断就是认为那个钢珠弹的杀伤力不大，我们可以大胆放心的往前挺进。 代志发生伫24下晡，31岁姓林的查甫人揸假枪甲假手榴弹来到台北市大安区中孝东路的中国信托银行中孝分行来抢劫，要求行员甲钱装1000万伫个袋仔内底。尾后，军来警察压掉咧，不过过程中有3个警察受伤。发现我们要上前压制他的时候，他当下他是有反抗，奋力的去挣扎，去挣脱我们的那个压制，所以才会造成所长跟我们同事的那个伤势这样。 台北市长周万安25早饮料慰问警察，强调市府的制度理想强靠山。也来警方伫4名嫌犯厝内底敲出计划书，也查出进前是德州科技棒竞赛冠军，敢若因为创业了钱欠700万的债务，加上经营这地下教场互敲掉，连厝租拢付袂出来，才行这险路。他涉及赌博案件是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持搜索票去执行搜索，也有。 对他侦办了赌博案件。4名嫌犯讲，因为经济状况无好才犯案，也若警方进行了后，依照强盗这罪嫌，加以移送北检，并且建议归案。记者综合报道。